咱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呢拖200多天了后，即马朝野总算同意，今仔日要互复位审查。倒英台除了呼吁赶紧审以外，伊也承诺今仔日下晡就会处理718亿的新型预算，互中央甲地方拢会当陆续来运用。 经过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同意，行政院长倒英台21赴国会报告备询后，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就会当复位审查。倒英台表示，会用上大的诚意来做，期待立法院赶紧审查权力。经过了200多天的延宕，第一个希望能够速审、尽速的审议；第二个，尤其在面对最近这种中东情势，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能够合理的宽列。不过，续落来进入实质审查，在野党早就传好咧等啊。国民党团锁定媒体宣传会顶，民众党团是对照监察院预算，强调会监院的立场。对军人加薪、有警消人员退休金等预算，半年来敢会有行政院的版本？那也要求倒院长爱伫现场回应。你们修法的现在的未来的考量是什么？政府过去到现在对军公教的这个福利待遇，从来 不会不予考量，而且非常重视，不能说是不多，但是应该还有更可以加强的地方。针对718亿的新兴预算的这一包，那民进党团提出来的解方就是立法院必须承诺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不得删减。今天就会马上处理这个718亿，对，动之今天就开始。 地人事案的强局是包括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甲中选会等机构。倒英台表示，下晡提名3个中选会委员，嘛希望立院会当加速审查。日前第10会后，北京提出对台10大政策，上总邀集产业界呼吁政府爱正视。倒英台是回应所有涉台措施应该以公权力做协商基础，嘛表示政府已经做好准备，用优先、公开、诚意的态度，愿意主动邀请对方协商。 政府也会跟业者与人民站在一起，一致行动，共同呼吁，中共要扬弃，这个对台统战分化的政治操作。你们有致电给商总的成员？他没有回我电话，但是他应该知道，我们只有关怀支持，没有所谓施压。 传出陆委会预算同款嘛，互南亚锁定台检。邱水正表示，虽望资源无大，不过陆委会、海基会的同仁拢积极努力维护国家主权，认为对业者、个人民的守护，大家应该拢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